香港國際機場並未設有獨立的EON自營貴賓室，不過憑借特定的EON發行信用卡，你依然可以透過卡片附帶的權益，免費享用或折扣進入香港機場的指定貴賓候機室。只有 Business Class 或是航空公司的高級會員才可使用，但事實並非如此，原因是不少信用卡均有提供相關優惠，方便大家上機前稍事休息、品嚐美酒、輕嘗小食、嘆住等上機。而且現時個別信用卡的申請門檻較低，即使大專學生也可申請，可說是人人有 lounge 入。52 Toys Panda Roll 香港茶餐廳系列，熊貓角色結合香港特色的蛋撻、絲襪奶茶等美食造型，極受海外旅客歡迎。牛奶冰室人氣牛公仔盲盒，位於2號客運大樓的牛奶冰室 T2 非禁區推出餐廳限定的牛盲盒，方便饕客在品嚐港式茶餐廳美食時順道收落，無壓力試香體驗，同市區百貨公司專櫃唔同。好多去過嘅網民反映，機場香水區嘅自助試香氛圍非常自由，店員唔會全程貼身推銷，可以完全無壓力咁慢慢聞、慢慢試。不管有沒有機，天氣不似預期，但要走總要飛，道別不可再等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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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管有沒有機，天氣不似預期，但要走總要